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看这支影片。在2018年到2022年是排青5年宣教白皮书计划，却在这期间碰上了疫情，影响了事工的推展，因此计划延展至2025年。其中宣教白皮书计划之一，就是利用媒体分享母语学习心得，进而提升青年文化认同养成。从这支影片之后，接下来每周青年事工部将推出1支影片，配合台湾中会出版的台湾语百节金句，由部员开始每周1篇诵读金句，也诚挚邀请各教会青年加入读经行列。在百节金句之后，也期待我们能用母语分享生活，或唱一首台湾语诗歌，甚至是分享短片见证都好。期待未来的影片有你的参与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